大家好啊，又係我三哥啊！我今日呢就會教大家點樣利用呢個 iPhone 入邊嘅 iCloud 共享相簿功能呢，就可以分享你手機入邊嘅照片同埋相片呢，俾你啲朋友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去睇片啦。咁首先咧，如果大家要學習點樣去用 iCloud 去分享你嘅圖片俾你啲朋友嘅話咧，咁首先咧喺你嘅設定上邊咧，入到去你嗰個 Apple ID 嘅戶口入邊，你會見到有 iCloud 呢個選項，揀咗落去之後咧，大家會見到呢一度咧有相片呢個選項你揀嘅，咁你點咗落去之後咧，下邊咧有個共享相簿嘅，咁你只要咧着咗個共享相簿嗰個選項咧，咁就代表咧。你日後可以透過你個蘋果手機咧，就將一啲相簿咧，將佢透過你嘅 iCloud 雲端咧，就分享俾你個朋友啦。咁點樣做咧？其實首先大家就離開翻你嘅設定之後咧，咁你入去你一個相片嘅圖程式啦。咁然之後你隨便譬如揀一啲相片啦。咁我譬如我呢度嚟講，我就隨便揀幾張相啦，好簡單咁1、2、3、4、5、6咁先算啦。咁我揀完呢幅相之後咧，我就撳左下角呢個分享嘅標誌啦。咁之後咧，佢就會有一個選項叫做加至共享相簿啦。加至共享相簿之後咧，其實你首先要俾個共享相簿個名佢噶啦。下邊呢一度大家已經見到我之前有個共享相簿嘅，咁我唔用呢個名嘅。我譬如話我要開一個新嘅共享相簿，我就叫做譬如話測試咁先算啦。測試咁你就製作啦，製作咗之後咧，其實你就會有個共享相簿噶啦。咁你點樣見到呢個共享相簿咧？你喺呢個圖庫嗰度咧，就繼續掃上去，掃上去，咁至到掃到下邊咧，你會見到有個共享相簿嘅選欄嘅。一撳咗落去共享相簿之後咧，頭先你 create 嗰個，即係你建立嗰個共享相簿測試咧，就有5張相喺度噶啦。咁你點樣將佢共享俾朋友咧？就你撳落去，佢彈出嚟一個選項咧，就有個叫共享相簿詳細資料嘅。咁你就撳落去啦。撳咗落去之後咧，佢會有幾個選項嘅。第一個選項就參加者可以加入相片。咁呢個我建議咧，大家記住要熄咗佢啦。熄咗佢好處咧，就係話其他人咧就唔會搞到你個共享相簿啦，即係佢唔可以上載佢自己啲圖片俾你。咁至於下邊個通知，你可以着，亦都可以唔着嘅。着嘅意思即係如果人哋睇咗你個相簿之後咧，其實你會收到個通知咁解啫。咁我通常我會習慣都唔着噶啦。最重要就係第3個選項啦，就係公開的網站。咁大家咧只要剔着咗呢個之後咧，其實佢就會即時咧會產生一個連結嘅，發布咗之後，你會見到一個叫共享連結啦。咁我會建議同學仔多數都要用呢一個方法，否則咧你就會喺下邊嗰度要加入參與者。咁加入參與者個唔好處咧，就係話，如果你係要共享俾超過10個人以上嘅，咁你要逐個加入參與者，又會知道佢哋嘅電郵或者知道佢哋嘅 Apple ID 啦。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咁就話公開的網站，然之後就共享連結。共享連結咧，佢跟住就會打開一啲通訊嘅軟件，例如係 AirDrop 啊、WeChat 啊或者係 WhatsApp 嘅。咁譬如如果我哋要 WhatsApp 係發俾朋友嘅，咁我哋咪 WhatsApp 發俾朋友咯。咁我哋就隨便揀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揀咗落去之後，點咗落去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傳送呢一條連結俾你個群組嗰啲成員啦。咁佢哋收到之後咧，其實佢就點落去咧，佢就會打開佢哋個網頁，就會見到你共享嘅照片噶啦。咁你分享咗條連結俾你嘅朋友之後咧，你朋友從個 WhatsApp 入邊打開條連結咧，就會見到你共享嘅照片啦。咁佢哋就可以睇到你嘅照片啦。如果佢哋發覺你邊一張照片係較為好嘅，佢又想將佢存儲嘅話，咁佢可以打開張照片之後咧，然後按實個熒光幕咧，佢就可以選擇存儲至相片咧，咁就會將相片咧就會儲咗落去你朋友嗰個手機入邊噶啦。咁呢個今日介紹呢一個利用 iCloud 嘅共享相簿嘅功能咧，就到此為止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